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月18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补助的9座立体停车场已经着属地的时间，其中位伫东区台南监理站规模上介大，开了11亿7000多万。同时，佮结合人行道事馆、甲办公厅舍的目标立体停车场，上午正式动工。预计114年8月完工以后，不止疏解当地歹停车的问题，嘛当成为东区的新地标。位于东区台南监理站内，日后将规划到目标的立体停车场，地上7楼、地下1楼，总工程费11亿7000多万的规模，将成为台南上大立体停车场。不只会当停汽车545席，而且间隔达857席空间，而且所有的目标也包括东区人行图书馆等办公厅舍的进驻。除了解决民众歹停车难题，嘛渴望成为东区新的地标。我们可以知道，目前这块土地就是在监理站的旁边的这个停车场用地吼。那它平常当然是提供下供民众的这个停车需求使用。那我们后来经过我们往后经过立体化开发之后，我想除了停车位的提供之外，我们还有多目标使用，会有2层的东区的图书馆。那另外是会有我们市政府的办公的这个单位哈。那我们现在察觉中心是租用这个台南监理站的空间，那我们也会把它移过来，让民众有更舒适的这个洽公的环境。该立体停车场的建设，伫中央的补助、监理站提供精华地段用地以及地方各界努力，18号伫广告甲人狮团的热烈助阵，市长委听以及各界贵宾甲在地乡亲拢到场见证动土仪式，场面相当热烈。抢土，大地平安，人情地固，你抢土，就要当土顺利，天气就着。三抢土，就要当天光光，气氛秋凉，足家多嘞。我相信，在这个黄金地段、精华地段、蛋黄区，来新建一个民众所需要的一个公共设施，我们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图书馆、不管停车场，都是在这个地区能够提供都市机能服务啊，这个周边以及来往的民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所以感谢交通部公路总局监理这个台南监理站，也谢谢我们这个工程，坦白讲，历经了好几次的招标啊，终于招标出去，那也可以希望早日完工，提供给东区的民众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这个监理站园区啊，停车场园区。东区人行道目标立体停车场伫今日动土以后，预计114年8月完工启用。未来营运将朝向友善、智慧化甲利便的停车环境。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民众迎接新年通常的围炉食好料。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伫今年过年，嘛特别准备年菜大餐，予动物来享用。而且动物园内面嘛用春联甲花灯来布置，充满过年的气氛，要予动物嘛会当做伙过好年。为了予动物嘛会当欢喜过年，保育员特别准备了色香味俱全的围炉飨宴。天竺鼠一看到餐点，马上就围炉食到。古水的模样就参像伫三合院办起来流水席，浓浓的在地文化，互看到这部游客一直讲，果然是南台湾独有的特色。那也蛮特别的，也是第一次看到。对啊，好像在过年的样子，很气氛还蛮好的。我刚才有看天竺鼠吃年菜，它然后很可爱。除了有古水的动物通好看，顽皮世界竟挹注1亿经费，打造全新的守护者星际训练馆，为旋转木马、碰碰车、海盗船等等，
每一项拢非常的刺激趣味。我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将近上亿元来打造这个新的守护者星际训练馆。那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运用了非常多的声光效果来做一个这个全新的展现。那最重要的是，这次我们加入了我们动物的 IP， 也就是园区里面其实一共有6大的明星物种。那这6大的明星动物呢，都被我们运用在这些的游乐设施上面。他们是这些场馆里面的教练。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来这边挑战的勇士们，透过这些教练的训练之后呢，他们可以成为动物的守护者。今年春节假期长达10天，顽皮世界推出动物园加上游乐馆年票无加钱优惠来回馈消费者，就是希望会当让每一位游客算了欢喜又够尽兴。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教育局将科技引入长辈生活当中，号召老大人创作影片来宣导高龄议题。结果得到卫生福利部111年高龄优先社区创新奖，会当得到这项任务，市长黄伟哲嘛真肯定团队对台南市老龄教育发展的付出甲贡献。为着鼓励长辈透过学习活出自信甲健康，台南市积极推动老龄学习教育，以老龄online为题，得到卫福部111年高龄优先社区创新奖，由台南市老龄学习示范中心主任钟秀琴代表献奖。怎么样让他能快乐的度过退休的时候，或退休以后的生活，或者是能够在他65岁以后，能够很多生活的重心，还有包括学习的重心，能够老而不衰老，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绝对我说真的，今天看到我们得到这个高龄友善城市的创新奖，不管是借着乐龄学习，或借着很多的方式，能够找到更多的生活重心。市长恩伟提亲自颁奖感谢状来表达感谢以及肯定台南市老龄学习教育，每一档吸引17万人次参与。教育局以数位影片的方式，让长辈学习唔中断，更鼓励长辈以简单的录影设备制作各种高龄议题的宣导影片，让大家拢是 YouTuber。乐龄呢，今年已经进入第15年，不简单了哈。15年，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各个区的努力，然后呢，让这些长辈他们出来了以后的一个影响跟改变很大。主任钟秀琴进一步表示，伊长期伫第一线服务，看到长辈的需求，所以带领讲师投入数位广播领域。讲师年龄层拢是中年以上，伫种对团队来讲是非常大的肯定。未来也会继续努力，落实创新的老龄精神。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迎接台南建成400档，曾经得到全国工艺奖的艺术家任民国，用天然的麦饭石做出400只无同款笑容的金兔仔来做纪念。这届平安兔仔创作的主题是笑，就是希望将笑容转化到创作当中，来传达爱甲正能量。安平平安连续5档，以生肖作为创作主题。今年平安 to you 就特别邀请曾经得到全国工艺奖的任民国，结合台南400档盛典举办创作展。任民国表示，透过日常生活观察，甲人互动为灵感，以麦饭石为原料，创作出400只无同表情的限量金兔。我个人从生活当中，我发现微笑是非常有感染力跟穿透力。那借着目前我们疫情的这个情况来讲，我们透过这一次100只的一个兔子，将这样的一个微笑来传递以及祝福，让每一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然后迎接新的兔年，让平安一年又一年。今年的主题也设计出真侪文创商品，包含钥匙圈、创意彩绘兔仔。市湾单一町甲一个景顶人，也以平安 to you 结合一块，推出红包分送给民众，传达平安甲福气。这次我们除了这10兔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创花兔哦，也感谢那个陈廷飞委员跟那个陈怡贞议员连续5年都采用我们的创作设计做成那个祝福。那这次呢，是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 DIY 也可以彩绘的
钥匙圈，平南图钥匙圈。那我们品牌在台南24年了哈，我们开始将创意这个发想呢，不是只有让别人来买创意，我们希望把创意做成一个元素，丢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把你的想法、做法做在创意里面，好，平安自己画，平安自己求。这次展出图啊非常的特别，因为每一只拢会笑。创作者希望将笑容能量转化到作品当中，传达出爱甲善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英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最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迎接过年，民众通常会大摒扫，定定会扫到一寡物件是无伫咧用，毋过要断掉又阁真拍算。这个时阵，你得当将物件摕去二手商店，不止卖无彩，有需要的人买当去购买再利用。
今日来店内唔是买物件，是卖物件。这是日本上大的二手品牌店，不管是衫、鞋仔、精品等等，种类总共有25种。为叫好补品鉴定，规个流程只要半点钟。补品配件愈齐全，外观愈新，就会有好价格。还是因为目前到2022年，那个垃圾废弃的量已经到达大概1200万吨这边，就是说我们家里可能还是有很多用不到的东西啊，要怎么处理啊？就是说这边就可以，就是带过来，或者说可以再让下一个客人使用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台湾上大的二手商品市场其实是伫咧山顶，除了有侪优惠，曝光率也悬，操作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实体二手商店优势到底是伫咧倒位？二手店的好处就是可以在那个现场直接确认说东西的状态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像衣服就会有那个版型不同的问题，或者说鞋子走起来不合尺寸，那你如果在网络上买的话，不合你的尺寸，你还要去退货是比较麻烦。店内还佫专门设置零件区。遮的物件，人客会当摕转去家己动手组装，真正达到循环再利用的目的。这几档二手商品市场愈来愈夯，尤其是最近过年，店内交易比平常成长20%。如果说客人在过年前，或者是不管说有没有在过年之前，家里如果有用不到的东西，就其实都可以带过来，说我们自己可以帮客人直接把东西买下来。我们去整理，就是说卖掉之后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就是说我们是自己去确认给客人东西保固。这几档台湾对二手物品接受度愈来愈高，若是讲有用袂到的物件，拢会当摕来遮卖；也是讲来遮踅踅，讲袂定会当捡到宝。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在地许一家拉面为了回馈社会，18号透过议员蔡小薇甲周家伟牵线，捐赠100包的白米，予南台南家扶中心。伫过年前，用实际行动，予社会福利团体感受到社会温暖甲关怀。台南市议员蔡小薇自担任公职，就积极媒合民间的团体，将爱心散播到社会角落。台南市许一家拉面店的头家林正峰，年轻创业，抱着回馈社会的心。18号上午，透过议员蔡小薇加周家伟的媒合，特别捐赠100包的白米，予南台南家扶中心，由着主任李宝良代表接收。非常感谢我们大同路许一家拉面的林老板哦，这已经是迈入第4年度。我们在岁末年终之际哈，那透过林老板的这个抛砖引玉，那今天来捐赠白米给我们南台南家扶中心，那也希望说将这样的爱心在过年之前呢，送温暖到每一个家庭。抱着处置社会、用伫社会，同款是年轻的新科议员周家伟，嘛特别肯定头家的用心。希望借此会用抛砖引玉，互更多社会善心人士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春节期间，警察甲消防单位嘛是爱日夜轮班，无法度回去厝内围炉食团圆饭，所以议员林美燕甲奋益金属公司的头家连续6档捐赠年菜来陪伴经销，温暖过年。台南市粉益金属公司透过议员林美燕的媒合，6档捐赠年菜予经营销的同仁，今年已经连续第6档。上午伫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头前来举办，总共准备515份的年菜，将陆续送到第一线的执勤同仁的手中。警察人员、消防人员，他长期都是成为我们台南市市民的保姆，也是我们的守护神。平常就非常的辛苦，那到了过年过节，他们还是更加的必须要去付出。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家去团圆了，但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是一样坚守自己的岗位，为了我们台南市民的平安。所以，但是在过年的时候，有很多的就是行业他没有在营业就打烊了。那都懂看到这些人如何去就是3餐如何去能够
能够吃东西。所以那时候他记得说，既然这样子的话，他就想到就是比较方便一个连菜，就是一个乌骨鸡啦哈。你要用那个乌骨鸡来做汤底的话，你可以加一些食材进去，这样就是一个热腾腾的火锅啦哈。所以真的非常的用心啦哈。所以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杜董，6年来从来不缺席，到了过年过节。议员表示，粉业金属公司的头家杜明正多年来投入社会公益，伊的大汉后生杜俊良，唔定是原理义消中队的顾问。伫个民国108年，加入台南市消防之友会总会，成为创会会员。因此嘛，特别感念警消同仁的辛劳。这年才将分别送予消防局、警察局第4分局、第6分局以及交通大队等单位，为了警消同仁农历春节的辛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谢谢。过年前，民众上界关心的就是物件敢有起价，所以台南市政府为了让民众安心买年货，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综合批发市场视察关心，发现除了肉类甲花有小可起价以外，其他的物件拢维持原来价格。迎接过年，为了解蔬果、肉类、甲花卉的供应以及物价状况，市长委托伫罗局长甲农会总干事等人陪同，特别前往安南区批发市场关心。农会表示，蔬果等作物的收成充足，价销嘛真稳定。另外，肉类等特产的部分，随着市场需求增加，价销有淡薄仔起，不过拢伫会当接受的范围。会中市长除了指示加强供销甲调配，嘛趁机会先甲摊商请安拜年。那我们今年大概看起来，大概蔬果的价格都还是平稳，稍稍上涨。然后肉品的价格像猪肉这一类鸡肉也大致上涨在1成以内。那鸡肉是持平。那水产品的价格就不一定了，有些进口的水产品。像土托鱼就上涨很多，有些像台湾鲷就比较持平，小小上涨而已。那上涨比较多的是花卉，因为花卉都是年节应景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买。市长跟大家推荐最好的就是台南的火鹤，火鹤一方面桂林爱和鹤，一方面红色很讨喜。这个市长推荐有一些评价又讨喜又好的一些蔬果啦，或者是这个鱼肉啦，或者是花卉，都是欢迎可以买最好的本产的。欢迎大家，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这个农历新年，新年快乐！根据了解，台南整体农渔产品的价销，甲其他县市比较起来拢差不多。虽然应景的花卉有起较济，不过市长嘛强烈推荐咱在地平价嘛真好格调的火鹤，欢迎市民多多选买。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